小玉讲了好。一边甲吵的哦。犀利啊，了解了解。我跟你讲，我调查过啊，这时阵拢无人会来。咱就好好操者了解无？你太厉害，所以咱一届就要照顾这间。一间大片宫，一间香火有够兴旺的。我跟你讲，内底添油什么有够济啦，变一团咱就好个啊你的。会使啊，这是宫呢，恁叫报应哦。我跟你讲，宫庙上盖好个。真的吗？宫庙的监视器啊，内底无倒到外口，所以莫烦恼啊。你捌听过啊？电的大打，五时的无打，捌听过啦？哎呦，我会惊啊！这唔捌来过宫家呢。哎呦，最近咱的生意歹干呢，哈，拢厉害。你无代无志，你铁一个光头，咱就像像乌暗嘛，无人看到。你安尼袂说一拍光明灯伫遐咧，较侪你买讲来死。无啊，我想讲剃光头较缘投啊！你无看迄国外一个冯迪所，迄人偌缘投的，我想剃光头看嘛会较缘投。红底所体格，你什么体格啊？时间无早，赶紧找看有值钱的无？上是规家想我拢搬倒。来了。阿弥陀佛。啊，叔姐啊，阿弥陀佛，哎呦，你看啦，叔哦，对啊都唔知影走去倒位啦，去龙榴莲，啊，大概拢要开大的时阵，人拢走无去。嘿啊，大概拢安尼。但是呢，我知影，伊会发生这件代志。哦，你所以，我今日准备好啊？我今日哦，要甲伊 fire，我有请新的师傅。安尼哦，是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对对对有准备就好啊。对对，伊是来啊！啊，你看起来真正是大人物呢，哦，鼻孔这尔大，哇，你看起来就厉害哦。哦，哎，师傅好，师傅好，师傅你好，你好啊，哎，早早就来啊！啊，敢若查拉伫咧后壁。不，这是什么茶？你你莫安尼乌白讲什么？是茶啦，修道人哪会使安尼乌白讲？人入要人嘅厝内，阮是提早来，叫阮来上班嘛，哈，熟悉这个环境一下，安尼啦。对啦，是这少感恩的呢哈。这样子是最破落地歹收回，继续搬落去就对啊，知唔知？冇问题啊，以后再办事你会教我的。来，有人来啊，有人来啊！师傅，讲牛啊，加，啊，这位新路，麻烦你要坐，你要坐。都呀，哎，车姐，你是咧搬丧尸路呢？师傅，啊，这位新路，你是倒要无爽快？到处都无爽快，到处是啥物件？就是为家到我家啦。拢无爽快。拢无爽爽快，快因为我去练我的身体的时阵，我去压脚令，九令，所以九令，九令，你是你演唱的你呀？九令，你 dancer 啦，你是 dancer 哦。蔡依林啊，蔡依林啊，不是，是迄个有迄压起来，迄有两个链来迄。哦，叫九令。对哦，压九令。压九链的时阵，我去揪着我遮金甲头，什么头？金甲头。啊，金甲这金甲头。金甲头遐，啊，我即马就无法度甲王美赶快爱自拍，耶，压不起来啊！金甲头咧，这是安尼啦，这你搞拍起来，拍起来。准备啊，要准备啊！来，办书三宝啦吼，白头巾啊吼，好啊，无啊。两边甲你处理吼，来。啊，这位信路吼，你这款镜头啊，应该去边仔迄间大片空诊所看医生才对。看医生。对啦，看过我，哦，你伫遮，我看过啊啦，迄我规身躯都会互伊摸一摆啊，啊嘛无看，伊讲嘛医袂好，对啦，阮这师傅足厉害的啦，甲医一个甲医
笔记嘞。啦，来，你调好。来，你说你说你。你讲隔壁迄个大鼻缸诊所的医生，为头到尾甲你摸一摆，对。无较好哟。无。好，安尼我买来摸一摆看。这我来就好啊啦。对，你哎，即嘛是我咧办事啊，恁咧办你事。师傅咧办事。哦。摸也无用诶，哈，啊无安尼啦。你排五的迄种，迄个什么连拍迄种，我看卖。哦，我会晓，我会晓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。会使八股啊，袂啊？好啊好啊好啊！师傅啊，你莫阁算啊，好无啊？隔壁医生都完全无路用啊，你比佫较无路用，到底会晓无啊？哎，师傅啊，你莫甲我闹开呢。哎，你捌啥啦？阮师较多只是 test 尔啦，啊不，阮师傅啦会想办法啦，你放心放心。我看这种的只有用点血疗法啦，点血咯。这部恁绝对唔捌看过。哦是。我既然我都互恁聘请来遮做事，一定要有两部。顶血啥物会流血是无？顶血是。点血。是什么叫做顶血？迄叫做放血。哦，会哦，了解点血你也唔知。了解。顶血。啊，老师我讲啊哦。哦。师傅你我讲啊。出啥物啊？免惊免惊。点血，我袂甲你饲电铃，你免惊。好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啥物？有看到无？你的身拢落落来啊！有无？这是身呢？哇！一部天下无人敌，敢若我第一人啊！我拄仔甲你点了，甲你所有歹面拢等你涂骹。哇！你物件已经摆渡了，你马上是毋是感觉真爽快起来？轻松起来。对呢，今天好就这样，考试都考100分，谢谢师傅，这样厉害哎！好重要，你看这考啊，你像这个师傅，安尼甲伊跟个头点一个，啊，安尼。你说，啊，你就好啊！你招是就搞诶，没办法，就一斤我决定啊，来看这个书啊，咧办事啊，甲头学你咧。就搞诶啦，关哥啊，你来啊，你有时间来啊？啊，要啉茶无？无啦，你安尼敢若怪怪吼。没事啦，哎呦，你哪来？啊，算唔得，迄份时间吼，啊，就无代志啊，这边老的啦，顺看来甲何师傅看看。哦，对，看哎呦较顺时无啦。哎，稍等嘞！你两个咧创啥？要去倒位？我某叫我等于食暗顿。啊，我某叫我等于煮暗顿。我啥小话啊？里头遮尔大，啊拄啊食拄啊开工尔，伊即嘛是咧讲啥？开工尔，是开工啊，开工。惊啦，开经啦，开工嘛唔对。开工啊，都开始要办事的意思。开工，拄啊要办代志尔，想办个想办代志。办事啦，不是办代志啊，办事尔。你要去倒位？互我转去。互我等于怎么样？甲你要徛好。调好，我实在生气哦。正话，甲你叫，我正话，这样啦。好，讲台语拢听无？是安怎哈？歹势，我听我，行，跟我行，我老师，行。甲恁爸坐好。我唔爱惊迄个比强度较歹。师傅啊，你看起来安那面色啊面色哈。敢有？对啊，我唔知伫底看过呢哈。哦，无可能啦！我这大将面呢，你可能认唔到人啦。无，大将面，哇，要生你这个面啊，无简单呢。那是大将哈。无啦，讲句话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，你会使即马问师傅嘿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？哎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问啦，你问。嘿，好啦，我跟你讲代志是安尼啦。我即马吼
业务吼真够济。啊，我逐工吼，迄约迄个犯人吼，大家拢约无啦。哟，哦，想讲吼，唔知是去啥物动着，还是使卡着啥物物件啦。哦，对啊，伊拢别人的业绩拢足好诶，我拢足歹诶。哦，啊，你睇你看，我拢变大裤，衫拢穿袂落，我穿喺对啊。啊，我嘛吼愈食愈少，我嘛嘛想是啥物代志吼，想吼来遮互师傅看看，嘿，对对对，看有啥物代志吼会使安尼化解无？哎，这盖子，来，对，讲你这问题，我就是内行的问我就对啊。我逐工爱走迄3-5公里哦，我逐工爱搭车，搭车了，互你走敢若飞啦。大姐哦，哎，借我看一下。我你看，你讲大姐，搭车嘿，哎，你要创啊？哎，我看卖，哎，安怎？你讲这有效吼？你真有效吗？嘿，哎，你要创啊？哎，马上去我搭好啊。我是咧想讲吼，啊，平常时阮若都无代志，就是伫咧宫内底安尼修行，安尼闭关，安尼哪有去爱拍照啊？这是安那修行咧？我，这是安尼啦，这是安尼啦。我这行李，拍照是参像讲医生啊，吼，嘛是当时爱去偏乡啊，去远的所在啊，我嘛去提供教辅做双修的这个服务啦。不，就是讲吼去遐甲人念经啦，吼，还是祈福安尼等等，做法会啦，做法会啦。是啦，安尼了解啊？唔过吼，呢，我嘛是感觉怪怪呢。啊，都会怪怪哈。歹势吼，你先徛这边，你踅一个我看卖。啊，你即马手安尼，你手安尼举安尼，安尼哦。嘿，你比安尼，嘿，啊笑者我看卖。哦，安怎？啊，这你啊！哎，那三六这画相片出来啊？你干嘛叫我别讲？就是的呀哈。就是你两个。阮两个。我甲你讲，这两个吼，就是最近伫我的管区内底扛偷摕物件的贼啦。什么？我是师傅，啊，你不是我这样的师傅哦。因为阮最近吼，管区内底吼，常有迄个吼，迄民众吼报案，哦，讲吼，人无伫厝内底的时阵吼，拢有人走入去甲偷摕物件。安尼。啊，迄监视器吼，有看到几个影，吼，因为警察大人，嘿，这一定去死，哦。对啊。我无代志嘛，对不对？有伊的相片啊，这毋是跟我无关系。无，这两张画呢？无，你莫甲讲袂通去追加一顶，最高一定袂一定。一定。你无我的相片，这款就袂使袂成立的啦。你真简单啊嘛，你嘛有相片啊？我哪有？来，喂，这个是你啊，喂，拢免吹，你要比看哇，知啊！啊？喂，哎呦，就是你两个。来，我甲你讲，好家在有这个监视器，好，来，塞，这下脱着铁棒啦！要靠一个就好。好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迄接触单位电来锁匙袂开，这介危险。哦，嘿哈。哎呦，是讲安尼吼，安尼看我大姐在这所在偷点物件，结果嘛是叫警察抓去啊！哎，这真正是戏边顶的皇帝。另外一句叫做“戏边卡景无水查某”，拍波啊，过来。我来这句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唔知啊哈，唔知啊哈。来，这两个贼啦，想讲安尼，吼，到厝共偷摕物件来强要叫做人个师傅啊，要来遮有诶无诶，结果嘛是用掠来去啊。第一句叫做戏边顶的皇帝，第二句叫做戏边骹景无水查某，到底对一句适合对这所在？经第一句请举手，梆梆，原来我两个哦。无主张，袂安尼，我给，哎，真正要安尼？来抄答案，抄好学生呢。你要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根据进前的经验，我一个人独赢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有机会。我做心。来，一边顶皇帝。我感觉是伊当做伊是皇帝，所以当做无人知影伊是假的。哦，总算那么讲一个道理的。对啦，对啦。系啊系啊。你意思是安尼吗？你甲伊讲过的吼，啊，就你估一个对吼。对，我独赢嘛。来，
戏边卡经无水查某，人是安尼讲哈，俗语讲了好，讲安那看戏讲，演戏空，做戏讲看戏讲啦，倒变啦。做戏空，看戏讲，戆，吼，所以是讲吼，大家顶演了吼，敢若笑的，啊下骹吼看的吼，拢是空的，啊咱找女朋友吼，也是咧找某吼，袂使找迄个空的，意思所以是安尼。甲这个剧情的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真有关系啊，那也无关系，你家己等去想嘛。你是咧讲啥？喂，哎，今天你若读赢，后10你主持。哎，老师参考一下啊，哈，你现在一定要跟我赢啊。你叫老师卖照实讲了，老师才宣布咧。阿阮啊，你讲爱失望吼，哎呀，因为戏边顶的皇帝搬戏的时阵，皇帝到迄个时阵是皇帝，啊若戏服腾落来了，其实就无啥物啊。虽然讲戏边顶的皇帝做无久啦，就亲像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有迄种意思。讲这拢是短暂的时机尔。啊若戏边骹经无水查某，这两种意思啦。一种是强调化妆的重要。你看咱演员上台拢好装啊足水，所以讲会装的查某水，袂装的查某贵。啊，俗语嘛讲吼，平顶水，平骹贵，同款种意思。所以强调化妆的重要。了解。啊，第二种意思就是讲，迄平骹顶下骹遐物拢什么人？观众，观众啊，观众拢是什么新闻较济？有才情的、有头路拢去上班啊。哦，啊，哪有人来看歌戏？所以迄迄平骹。下骹一定拢一寡无才调，还是讲无人爱的人，所以算有两种意思。是啊，若照头啊看起来讲，这两个贼仔其实戆吼，人来唔紧选，因为警察来啊。哦，搁伫遐奇鬼奇怪，所以无怪去用争去，所以照安看起来应该是戏边顶的皇帝，这两个啦，你两个做无久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来迄个我啦。嘿，这句就是要讲互你听的吼，爱较拍拼的，爱较拍过来。